现代台语版圣经以斯拉记第7章。这个事以后，波斯皇帝阿达四世继位的时，以斯拉对巴比伦转来。伊是西莱雅的囝，西莱雅是阿撒利雅的囝，阿撒利雅是希勒家的囝。希勒家是沙龙的囝，沙龙是撒督的囝，撒督是阿希督的囝，阿希督是阿玛利亚的囝，阿玛利亚是阿撒利亚的囝，阿撒利亚是米拉约的囝，米拉约是谢拉希亚的囝，谢拉希亚是乌西的囝，乌西是布基的囝，布基是阿比斯的囝，阿比斯是菲尼哈的囝，菲尼哈是伊利亚撒的囝，伊利亚撒是大祭司阿伦的囝。以斯拉对巴比伦上来，伊是经学教师，对上主以色列的上帝所赏赐摩西的律法非常精通，因为上主伊的上帝赐福互伊，伊对皇帝的请求拢得到允准。阿达四世做王第7年，有一寡以色列人、祭司甲利未人、献司的、圣殿守卫、圣殿的工人，转来耶路撒冷。迄年的5月，以斯拉转来到耶路撒冷。正月初1，伊对巴比伦起身；5月初1就到耶路撒冷，因为伊的上帝施恩的手帮赞伊。以斯拉专心研究，佮实行上主的律法，将规个命令教导以色列人。祭司以斯拉是经学教师，精通上主互以色列的诫命甲规例。下面是阿达四世王互以斯拉的诏书。列王的王阿达四世写互祭司以斯拉，精通天顶上帝律法的经学教师，愿你平安。我国内的以色列人、祭司甲利未人，若人愿意转去耶路撒冷，我下令允准因甲你做伙去。我甲7个参谋指派你，着照上帝交托你的律法，视察犹大甲耶路撒冷。你着带我甲我的参谋甘心献互住伫耶路撒冷的以色列上帝的金银，搁带你伫巴比伦全省所得到的金银，以及人民甲祭司欢喜，为着耶路撒冷因的上帝的圣殿奉献的礼物。你着善用这个金银，买牛犅仔、绵犅、羊羔、五谷甲酒，献伫耶路撒冷恁的上帝殿的祭坛。剩的金银，着照恁的上帝的旨意，用伫你甲你的同事看做好的所在。所有交互你，要伫你的上帝殿内做服侍的器具，着拢下伫耶路撒冷的上帝面前。你的上帝殿若还欠用什么，需要你设法的，通对皇帝的府库支出。我阿达四世阁下令何西省所有管府库的官员，精通天顶上帝律法的经学教师，祭司以斯拉，伊无论对恁要求什么，恁拢着确实办理。数量最高通到银3400公斤，麦10000公斤，酒2000公升，
油2000公升，盐无限。天顶的上帝所命令的，恁着为天顶上帝的圣殿切实去做，才免上帝的大受气临到我甲我的子孙的国。我阁命令恁祭司甲利未人、献司的、圣殿的守卫甲工人，以及伫上帝的殿侍奉的人，拢毋通要求因进贡、纳税、缴粮食。以斯拉照你的上帝赏赐你的智慧，指派遐个捌上帝律法的人做审判官甲官员，伫你好势省的人民教导还毋捌律法的人。若有人无要遵守你的上帝的律法甲王的命令的人，着严严甲因定罪，甲因判死刑、流放、财产充公，也是关监。以斯拉讲，上主咱列祖的上帝应该受称赞，因为伊互皇帝有即款的心意，互耶路撒冷上主的圣殿得到尊荣。伊阁互我对王、伊的参谋，甲所有有权的官员得到帮赞。上主，我的上帝赐我勇气，互我会当调集以色列的首领，甲我做伙转来。